要多謝所有曾經支持過我哋，曾經喺後邊支持我太太，支持我。嗱，大家今日見到我就係個劉金明啦。點解會咁多人會留意呢段新聞呢？就係我仔做出嚟，因為佢智慧，能夠透過個波，能夠透過其他教會。咁另外一樣嘢，亦都好支持所有教會嘅弟兄姊妹為我祈禱，喺背後支持我太太。我今日要講嘅係一個真人真事嘅故事，一啲都唔會加減。我相信我哋嘅天父係聽到我講嘅嘢。另一方面咧，喺今日在座好多長輩，我諗佢見嘅神蹟見到好多，而好多年青人，我唔知道佢有冇見過神蹟，有冇聽過其他見證會，但我希望我今次講完之後，係弟兄姊妹嘅就更加信主。如果仍然未成為弟兄姊妹嘅咧，希望佢能夠感到神嘅恩惠，能夠感恩，亦都能夠明白生命嗰種脆弱。咁我再講一次，就係喺度好衷心多謝所有在座或者今日唔得閒到嘅，希望你將個信息講聲佢聽，我深深咁感激佢哋。我每講一次呢個故事咧，我都會有好感謝主、好感恩嘅出現嘅，我會好傷心。但係呢種傷心咧，唔係痛苦嘅，亦都唔係話係好憤怒啊或者其他，我係開心嘅感恩。因為喺病床，我曾經講過好多次俾啲支持我嘅人聽。得唔得？咁其實咧就喺事情發生喺呢個8月28號、29號之間啦。咁我咧就係自己都唔知點解會感染到有個肝炎嘅，自己唔知嘅。咁我又見到自己身體越嚟越弱，咁我就去睇醫生。咁醫生咧就話係肝炎啦。咁其實好小事嘅啫，其實係我諗有醫學常識啊，或者聽過都係唔會有個好大危險，或者覺得都係好普通。喺濕眼目中咧，肝炎有得醫嘅。咁我就去咗呢個瑪嘉烈醫院。咁啊食藥啦，要住啦，冇乜特別嘢嘅。咁啊到9月4號咧，估唔到啊開始昏迷。咁就知道，咁啊醫生同我太太講，佢話啲病情係咁嘅，因為點解咧？啲肝炎菌咧係要發晒出嚟，咁咧跟住咧就會退㗎啦，唔使擔心有食。但係點知到去到9月5號今年嘅，即係前嗰20零日啦，9月5號啲20日左右啦，咁突然間我太太收到一個由瑪嘉烈嘅醫院嘅打翻嚟，就話阿劉太，你1個鐘頭之內就要去到瑪麗醫院嘅深切治，去瑪麗醫院，否則可能永遠都見唔到你老公㗎啦。咁於是我太太就同埋有3兩個朋友揸車即刻去到瑪嘉烈醫院，就坐跟我咧，我係坐白車就去呢個瑪麗醫院。當時已經昏迷咗啦，喺4號已經開始昏迷，係唔識搭嘢㗎啦。咁到5號咧，直情係深深咁昏迷，係肝昏迷。嗰個病況就係叫做急性肝衰竭。咁係打6點零鐘咧，就去到呢個瑪麗醫院啦。咁去到瑪麗醫院咧，就入咗呢個深切治療部。當時唔知發生咩事啊。咁但係咧，後尾啲姑娘啊，我啲親戚朋友講翻我聽咧，嗰啲毒咧已經去到個腦裏邊咧，即係亂咗性啊，即係自己做乜都唔知啊，亂喐啊。咁啲醫生咧就於是乎咧就將我就綁咗張病床上邊，手啊、腳啊、腰啊乜都綁住晒，唯一一個地方就係我把口去咬人，唔係講嘢喎，係咬人喎。咁嗰時發生嘅事我乜都唔知嘅。咁原嚟咧就喺9月5號，醫生同佢講啦，同我太太講，同我仔講，唯一救到我就係換肝，冇其他方法啦。你唔換肝就等㗎啦喺度。唔知等幾耐，可能等1日2日就會離去㗎啦。咁於是乎咧喺5號，我乜都做唔到。我個仔咧於是乎喺個 blog 嗰度咧，喺華人嗰度出個網址咧，希望呼上酸肝啊，做其他嘢。
咁去到6號乜都做唔到，淨係綁住晒。咁我太太都覺得有少少絕望啦，當然。咁咧嗱，神跡開始出現啦。細估唔到有一樣嘢，就係話喺9月7號嘅中午12點零鐘咧，我哋嘅主診醫生陳思正醫生咧就打俾我太太，佢話：你丈夫如果唔洗嗰個肝咧，你就死梗。但係洗咧就風險好大，講明好大風險，同埋未必醫得到。咁佢會嘗試一次，因為咧洗肝嗰個過程咧就簡略講係有一支好大嘅針插入個大動脈裏邊咧，就洗勻，將你啲血咧就供攞部機嗰度就循環咁樣去洗一次咧，大約要15萬。如果你唔係私家醫院嘅話，但係個風險咧就係你如果喐咧，你啲針一彈出嚟咧，大動脈就會流血不止，同埋你啲血就會感染，亦都會經過部機因為危險啊，同埋可能有併發症出咗嚟。洗完啲肝炎菌會唔會跌咧？又唔知，只係盡人事嘅啫。咁啊洗啦，咁洗完一次，嗰啲肝炎菌跌喎，又要由我入院咧係2900幾，一路跌到1000零啦。咁個醫生於是乎喺9月呢個7號洗完啦，正話講到，咁而家跟住到8號，佢又洗多次，洗咗5個鐘頭，每一次係洗5個鐘頭嘅。洗完之後咧，好順利，估唔到好順利。但係我當時個人仲未醒嘅，咁醫生就話俾我太太聽咧，洗完之後醒唔醒冇人知，有冇併發症冇人知，只不過就係盡人事。最緊要一樣就醒唔醒啦，當然醒完之後記唔記得嘢又唔知。咁於是乎喺9月8號嘅18，即係6點鐘下晝又洗一次，洗咗5個鐘頭，未咁洗完之後咧，仍然未醒喎。咁樣個醫生就話俾我太太聽咧，醒唔醒冇人會知嘅。點知奇蹟地喺9月9號朝頭早7點鐘，我好似有個人嗌醒我咁，劉金明起身啦！竟然我擘大對眼，記憶力全部有晒，全部清醒，好快脆清醒，啲病情好快脆恢復。2日我已經離開 ICU 啦，去呢個普通病房。咁跟住喺病房亦都恢復得好快，個醫生都覺得好出奇。但係我醒當時咧，我就覺得一樣嘢啦，我好感恩。我知道我嘅甦醒，我嘅痊癒，人幫助係好少。我明白到我哋身邊，我哋喺個天父喺度保護我哋、守護我哋。佢用血洗乾淨我哋嘅罪惡，令到我由死亡復活。於是乎，吳牧師嚟到咧，我就即刻好爽快，亦都好明白到一樣嘢，我就信咗主啦。我亦都答應咗主，每一次我要出席呢個辯證會，我都會去，能夠發揚神嘅神蹟，講述真正嘅神蹟俾各位聽。因為如果你調翻轉諗，人係冇辦法做到嘅嘢嘅，所以我相信只有天父先可以幫到我哋。而另外一方面，我都決意將我往後嘅日子裏邊，將我個生命一切交俾天父帶領。咁呢個神蹟咧，我深深體會到一樣嘢，就係話神係愛世人嘅。咁咧嚟講，今次係我第一次嘅見證會，講得好唔好都好，我只不過係將個實情講俾大家聽，希望大家有個感恩，有個共鳴，將呢個信息pass出去俾一啲弟兄姊妹。亦都最後喺度。我講緊嗰時，你知啦，開始落雨啦，因為個天父知道我哋講緊呢樣嘢，佢都好感動。所以咧，另外一樣嘢咧，就希望各位今日能夠帶住感恩嘅心情翻去，一家人開開心心，將以後嘅日子能夠交俾天父。未信嘅，希望你考慮啊，同埋去尋求多啲見證。信咗嘅，希望你能夠更加相信主耶穌基督係保護我哋嘅，喺度看守我哋嘅。喺度再次多謝曾經幫我祈禱，我唔識嘅弟兄姊妹幫我唱聖詩讚主嘅，因為啲係你哋嘅聲音感動到主，佢先救我，所以喺度多謝各位。